你上次俾爸爸買禮物係咩時候？好多人諗咗好耐，可能先講出一個年份。我哋好容易記得阿媽嘅生日啦，記得自己伴侶嘅紀念日，但係老豆嘅生日好多時候要諗一下先至講得出嚟。中國嘅老豆咧，同自己仔女講我愛你嘅，好難啟齒。我哋大個咗，亦好容易忽略對佢哋嘅愛。但有一日，你突然間發現佢走路慢咗，聲音細咗，頭髮白咗一大半，你開始擔心佢，就好似年輕時佢擔心我哋一樣。你驚佢跌倒啦，你驚佢食得唔好啦。嗰一刻，你慢慢清楚佢哋老啦。輪到你去反而關心佢啦，但我哋又可以同佢做啲咩呢？我見過太多嘅爸爸年輕嘅時候同自己嘅老婆買嘢啦，同自己嘅仔女買嘢，但係自己買嘅衫呢，可能着完一年又一年。我哋見過好多嘅老豆，其實佢骨子裏邊對自己係唔捨得嘅，唔係佢哋冇唔中意嘅嘢。父親節馬上就到啦，趁仲嚟得切同你嘅爸爸講我愛你嘅時候，不妨俾佢一個大大嘅擁抱，甚至乎可以用一件翡翠表達你對佢最好嘅祝福。翡翠貼住皮膚，啱戴上去係涼嘅，但佢慢慢會被體溫溫暖，就好似父親對我哋嘅愛，佢冇講出嚟，但係從不缺席。你送俾佢翡翠嘅時候，佢唔會講多謝，但係過咗幾日，佢就會攞出嚟俾佢啲老同學、老朋友睇，甚至乎唔經意咁講：呢啲係我仔女買俾我嘅。翡翠咁多題材，好多朋友問我送咩好呢？如果你期望佢平平安安、圓融通達，咁平安球一定係最好嘅選擇啦。如果你想爸爸平安無事，少啲煩心事，咁無事牌亦都係一個相當唔錯嘅選擇。仲有啲朋友話，我想爸爸慈悲一啲，開心一啲，咁觀音呢個題材亦都相當唔錯。仲有啲個性嘅爸爸呢，佢係中意一啲大大件件嘅寓意嘅。嗱，好似呢一首嘅寓意，其實無論爸爸或者媽咪佢都中意。男嘅可以貼住心口戴啦，咁女嘅可以作為一個毛衣鏈，亦都係相當好睇。另外仲有珠串嘅呢個題材呢，大家亦都可以考慮，因為珠串呢一直都係好隨意咁可以戴喺手上。男人攞住一串珠串呢，佢亦都係可以好修心養性，可以令佢更加專注從容嘅。有時候呢，咩嘅題材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低頭去望佢嘅時候，佢會時刻諗到你。人養育，育養人。呢句話講咗幾千年啦，呢個父親節有啲講唔出口嘅說話，就用翡翠嘅各種題材嘅美好寓意，祝福我哋嘅爸爸父親節快樂。如果大家想揀件翡翠作為父親節禮物嘅，不妨呢關注錢錢請翡翠踩慳。